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外面天气非常冷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心是很火热，对不对？我们最担心就是，外面天气很火热，外表火热，但是内心很冷。更担心是什么？外面很冷，里面又很冷啊。我们要怎么样呢？外表要很火热，内心也要很火热啊。我希望说我们从今年开始火热到明年。我常常讲说，今年叫2022年，明年叫2023哈。20是什么？20就是恶魔，我们要打败他哈。23什么？把它删掉啊！希望明年把它删掉哈，我在20给删掉哈。那我想今年大家都经历到不同的一年，那特别在今年当中，我们可能有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挑战，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不一样的经历，不论是顺境逆境。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岁末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神的带领，不离不弃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回首一年的神的带领，也展望新的一年，神要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整个的敬拜之前，我们的祷告会之前，我们大家都来开口为今天的聚会献上祷告，特别为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圣殿，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神在过去一年带领我们如何的到岁末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开口来为这样的事情，我们来开口来献上祷告。还有那个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恩典之神，你是信实的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当中，你是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保守与带领，使我们走过各样的经历与境遇。过去的一年，你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充分体会到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同时让我们也看见自己的不足与限制，促使我们在新的一年要更多的依靠你，仰望你。主啊，我们这个时候要感谢你，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你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你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特别是在我们患难当中，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因为这样子，就一心要称谢你，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将一切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求赐给我们那个不可动摇的信心，让我们不退缩，让我们不害怕，让我们不会放弃，因为我们深信你的信实永远不会改变。在这个世代，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努力往前走。主啊，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再次献上一切的赞美在你的面前，愿神亲自的掌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靠着神你的力量勇敢往前行。我们深信在前面的道路，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的应许必定成就。还要感谢你，赞美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将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看一段圣经节，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3章第21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这是出埃及记。神在白天晚上，他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让我们日夜都可以行走。第二段经文申命记第1章第30节，在你们前面行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我们可能在埃及当中，在出埃及当中，在旷野当中，
他是神，他是为我们征战的神。我们新的一年，神必定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一起征战。这样不动摇的信心是我们要去求的，我们要去坚固的。所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不动摇的信心，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大家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狂野之中紧紧跟随你做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真心的灵性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怒火之中我仍感到他，心在水的心情，刚强壮的前行，我的身体在前面为我征战。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狂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主。深信你
篇第9节到第10节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要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哦，主啊，你的信实是永远存在的，你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愿神你将这样的一个信心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赞美当中来歌颂你，在赞美当中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信实的神。哈利路亚！是的，主。主啊，我的口要不断的赞美你，我的手要不断的高举，我的心要仰望你，支取那永不动摇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在每个困难当中都可以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信实。我的口要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落空。因为你的同在，我们可以享受你丰盛的恩典。哦，主啊，在新的一年，求你帮助我们回想起你的应许，因为有你，我们才有盼望。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你是信实的神，是可以让我们来依靠的神。求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那个盼望的喜乐在我们里头，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心就更多的依靠在你的面前，更多依靠在你的脚前。哦，主啊，新的一年，求你带领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我愿意与主你同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将我们的生命再次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愿神亲自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再次经历到你是信实的，是可以依靠的，是不离不弃的神。还要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让我们的心继续安静，谦卑在神的面前。上主啊，求引领我们。让我们一起谦卑在神的面前，来宣告诗篇38篇第22节。我们一起来，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诗篇40篇13节，请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跟神说，诗篇94篇
19节，请。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我们一起祷告。施恩的全能上主，当我们呼求，当我们寻找，你就让我们寻见；当我们叩门，你就开门。愿上主的爱快快吸引我们来归向，帮助我们常常向你祷告，求神将你的灵充满我们，好叫我们能与上主我们的神进入更亲近。上主啊，就引领我们。求引领我们，困惑迷失的心灵，不再徘徊，不再有彷徨，坚定心之间曙光。上主啊，求接纳我们，痛会忧伤的心灵，除去骄傲，使我们过犯，忘记背后向前行。让我们用上帝的话认罪悔改。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第9章的第4节到第5节，请。我向耶和华我的上帝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我们借着上帝的话提醒我们：第一，为着自己所犯的罪来认罪祷告；第二，我们为着与神重新建立美好关系祷告；为着自己的心转向神，尊主为大；为着我们的口常常宣告神的国度降临，神的旨意成就。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感谢赞美上主啊，求引领我们。上主啊，求接纳我们，痛会忧伤的心灵，除去骄傲，使我们过犯，忘记背后向前行。我们继续为着我们个人暗中的过犯，得罪人，得罪神，
再一次的认罪悔改祷告，也为着你自己跟家庭，在神的面前一起交托，也认罪祷告。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在你面前，常常因为血气的关系，有时候在我们的行为种种来得罪人，也得罪人。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真的是罪，但是因为你的爱，能够在你面前让我们交在你的手中，透过耶稣的宝血，为了我们的家庭，在你面前仰望，求神你带领我们的家庭，全家在神你的面前蒙恩，得主你的保守。全知慈悲的天父，求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罪，及得罪别人的罪。求赐下饶恕的能力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得你的赦免，也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并得圣灵的能力，使我们的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的话语，勿论断人，能够与人诚实和睦。求主释放你的救恩临到我们，在我们的家人生命当中，在家里，主你是我们的中保，无论是夫妻婚姻关系、亲子、婆媳之间，求主在其中都做新事。求神挖深我们对神的渴望，使我们与家人的关系进到更深的爱里，更深与神建立美好关系，使我们的灵渴慕转向归你，同时能够播下传福音的心志，催逼我们为你传福音，使福音广传在我们亲朋好友、社区当中。主啊，求主你的爱膏油持续膏抹在我们每一位家人的生命中，求上主继续赐福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同事，都得着丰盛的恩典。我们献上祈求，感谢赞美主。上主啊，求引领我们。上主啊，求引领我们，攻破迷失的心灵，不再徘徊，不再用彷徨，坚定心之间曙光。上主求接纳我们，同为忧伤的心灵，主之骄傲，使我们过犯，忘记背后向前行。这个时候，我们手上有一张罪得赦、蒙恩福的信心宣告文，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做这样子的祷告。首先，我们先来宣告哥林多后书4章13节，让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我们在神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一起来，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在信心的祷告中，就是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说出自己所相信的，信心就有功效了。现在就请大家一起开口，来挪去你心中一切不属神的信念，并宣告神祝福的心意，
这祝福会在信心里有极大的震动及突破。让我们安静，在你手上的资料，你可以选下你目前最需要突破的关键，再来宣告。有几个例子，你可以先看。我们挪去自义骄傲，祝福有谦卑顺服的心，加速等。在这个加速是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很重要5G 的内容的最后，那就是在信心中，我们上帝的灵圣灵帮助我们，会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新的目标、新的方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然后你把你自己的名字加进来。你要挪去什么，你就写上，你再把你的名字加进来。你要祝福什么，你再写上，然后后面求圣灵帮助我们，你的期望、你的祝福能够加速在神的带领里面进入新的目标，进入新的方向。让我们安静。如果那个格子不够，你可以自己再添加。让我们以信心来挪去过往一切不属神的心意，我们的罪，更以信心来宣告，领受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你新的目标、新的意向，你新的祷告。接着圣灵在你心中的激动、激励、感动，把你自己想要说的、挪去的，就在神的面前全然的交出去、挪去，凭着信心宣告，未来的日子，我们是得神恩典、得胜的人生，新的一年。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你的家庭越蒙福，你的工作能够顺利，即使环境恶劣不顺畅，主的灵会在前头带领。充满慈悲怜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你喜悦我们常常亲近你，与你有美好的亲近关系。又明白当在信心里面欢喜快乐，与你连结，在信心里面时刻祷告，在任何环境，心依靠你的能力。我们的天父，你有主权决定你的旨意，但是因为你的怜悯恩典，有允许你的儿女表达我们的心，有特权参与你的命定。求你赐给我们敞开的心，顺服的灵，即时刻充满感恩的心，渴慕接纳在你旨意的应许。
我们感谢过去的年日，有你特别眷顾及恩福满意。接着，2023新的一年，我们必因着你所赐给的能力，忘记背后，努力向主的命定，勇往向前奔跑，能活出你的样式。我们宣告，我们是蒙恩福的人，在世上有主在前面引导，必能在生命中得胜，也帮助我们能成为爱的管道，祝福别人的人，更是愿意分享你恩典、传福音的人。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颂你，因为你怜悯慈爱心思直到永永远远。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齐声合意来宣告，举起我们的手。诗篇100篇的第5节，我们一起来。全能上主，因为你耶和华本为善，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箴言22章第4节，请敬畏耶和华，尊主为大，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奉耶稣的名宣告，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上主啊，求你引领我。我们唱第4节。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众人的罪，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成为蒙恩的罪人。何等的恩典！主啊，你竟然看见我，在乎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感谢主，引领我们走在正义的道路上，在起起落落人生的岁月与生活当中，都有主的保护。你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的心，一步一步走在盼望的道路上。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虽然历经严峻的疫情，或是身体的病痛，工作上的挑战，家庭的变故，但是神，你不撇弃我们，你都以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走过的路都有神的祝福，每一步都是恩典之路。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在岁末年终的时刻，我们以感谢进入神的门，以赞美进入神的院。当我们感谢主、赞美主的时候，主就在我们当中了。感谢主，让我们聚集在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在当中享受来自父神满满的爱。在夏牧师带领的牧者团队、长职同工、牧区服事团队，
从岁首到年终，各项的事工，神亲自来成就。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彼此配搭，互相造就，宣扬福音，领人归主，高举主圣名。谢谢主，你的恩典。此刻就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开口来为自己、为教会，在主的面前献上感谢。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我们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赞美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单单属于你，单单来仰望你，以信心的眼光迎接新一年的到来，一起迈向新的信心旅程。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花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许多时候，我抱怨自己的软弱，感觉自己缺乏能力，却不认识我的软弱，给你立场来为我做一切，也给我机会来享受基督复庇的能力。主啊，我要学习保罗，在苦难和试炼中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神以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一步又一步带领我们走在恩典的路上。感谢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能力复庇我，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过着得胜的生活。诗篇145篇9到1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灵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你的恩典够我用。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要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做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欢欣你即使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要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请弟兄一起来吟唱。心意即使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
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啊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真理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真理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真理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生命记31章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耶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在生活中，也许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软弱所打倒，我们会消极，甚至于我们对主有了埋怨，认为主做的不公平，为什么这一件事情让我来碰到？赐给我们的只有患难，没有恩典，这样的抱怨，我们岂不知道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神为我们预备这些难处，是让我们通过祷告，依靠神去经历，从而看到神的奇妙作为，得救的确据，生命的护照。以弗所书2章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一生单单信靠你。这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心情画出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以弗所书1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开口，为自己能够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宰，一生最美的祝福来祷告。请大家一起开口。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谢谢你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旅程，或欢笑，或泪水，或顺境，或逆境。你慈爱双手总不离不弃地引领我们，你看顾我们，供应我们，在乎我们。你恩典如云彩围绕在身旁，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你，耶稣，我们好爱你。你是我们全人类唯一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掌管、带领、保守、祝福我们一生道路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谢谢你爱的记号在我们心中充满。感谢主，
赞美主，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阿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感谢上帝的保守，让我们在今年的2022年，我们仍然平安的度过。或许在今年当中，无论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自己个人，我们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挑战摆放在我们的前面。但我想，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步，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时刻，都有上帝奇妙的旨意在其中。特别当我们刚刚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诗歌说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我想，当我们生命感到疲乏、软弱、无力的时刻，真的就是需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的动工，再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使我们的生命得着重新得来的力量。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在约书亚记第3章的3到4节，经文这么说，经文说，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要准备越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内心也是非常的害怕，如同经文所说，这是一条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过去这几年，我们好像也是一直在走在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明年虽然是新的一年，2023年，但这条路仍然是我们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不知道接下来2023年会有什么样的挑战，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摆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我想，如同这个经文所说的，当我们跟着约柜走，跟着神的应许、神的同在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害怕，也相信神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动工。以赛亚书43章19节，他也如此说。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先知以赛亚他如此说道：在旷野当中，上帝要再一次的开道路；在沙漠当中，他要再一次的开江河。我想，不仅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牧区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必定再一次看见上帝开一条新的道路，新的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也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当中。这时候邀请每一个我们先开口来祷告。或许现在你正在走在一条你没有走过的道路，你现在可能觉得哇，神啊，怎么办？这条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神啊，这条路我真的没有走过。但不要忘记刚那段经文所说的，当那个约柜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用害怕。神的同在，神的应许是与我们同在的。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我们在未来的道路当中那个不确定来祷告，求神的同在与我们在一起，求神的信心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走在这条未知的道路当中。我们知道有这位神与我们同在，一起开口来宣告，一起来祷告。哦，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可能走在这条未知的道路当中，但我们知道我们内心不害怕，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虽然2023年是一个新的一年开始，但是这年新的一年也好像是一个未知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也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位在富强教会当中的家人，好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紧紧的跟随你，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一切，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动的工。主啊，感谢你，主啊，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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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你。是啊，或许这些困难好像就是如同城墙一样围绕着我们，这个困难好像巨人歌利亚，好像不断的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相信，在上帝的应许当中，
让我们失望，也绝不让我们落空，因为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绝对是够我们用的。绕着这些造桥，虽然尚未到达，但你不曾让我失望。怎么改变来临？征战将会胜利，因你不曾让我失望。你坚定应许，你的信实多么的伟大，主啊，你的应许多么的伟大。你坚定应许，你心是多伟大，多伟大。我在你手里，这是我的信心，不曾让我失望。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从我们座位上站立起来，为取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向神宣告说：神啊，我们知道应许是不落空的。夜晚不会太久，你话语将成就，我的心再次赞美你，耶稣你就足够。藏我在你爱中，我的心再次赞美你。你坚定应许永远不改变，但对神来宣告，你的应许不改变。你坚定应许，你心是多伟大，多伟大。我在你手里，这是我的信心，不曾让我失望。你坚定应许，你心是多伟大，多伟大。我在你手里，这是我的信心，不曾让我失望。你坚定应许，你坚定应许，你心是多伟大，多伟大。这存在的手里，我们就不害怕，也不动摇，因为你是我们的信心，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应许，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我们要再次看见你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走这条2023的道路。或许前面是一条未知的道路，我们没有走过的道路，但求主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前方开路，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的动工，让我们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看见你动工的时候，大山就要挪开。再次看见你作为。
生，仍然不断有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念一段圣经，以弗所书3章19到20节，用这个经文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才念这段的经文，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今天我们教会年度的主题叫做丰盛生命活见证，委身基督传福音。我想这样的主题可以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时常用这样的主题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否活出一个见证的生命？是否成为一个委身基督、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再次的动工，再一次的兴起我们每一个人。好吧，这是我们一起为了我们教会是一个领受神呼召，我们彼此相爱，而且是同心合一的教会来祷告。我们就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求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再一次的动工，让我们的教会再一次兴起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内心当中真的领受到上帝你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而且是愿意委身在主你的里面，成为一个生命活的见证，来成为主你的器皿，成为光，成为盐，在这个城市，在这个社区，成为众人的祝福。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谢谢你。接着我们为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来祷告。新的一年开始了，有许多事工要推行，为我们所有的牧区、为我们的团契、为我们的小组祷告，求神来兴起每一个事工，兴起每一个所推动的事情，每一个事情都有上帝的圣灵在带领，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为我们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主啊，我们将我们教会所推行每个事工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看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你所要成就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动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我们的教会在2023年真的是朝着你的心意来前进，真的是抓住主你要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祝福主，谢谢你。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职，为了专职的同工，为我们牧区的首长，为了这些区长，为了我们小组长祷告，他们在要花许多的时间来牧养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神来祝福他们，兴起他们，使他们的内心刚强，得着力量，有力量来服侍每位弟兄姐妹，一起为这些同工来祷告。主啊，我们为了每一个同工来祷告，主啊，你使用他们，主你拣选他们，有你美好的旨意，有你美好的心意在里面。主啊，求你大大的来祝福他们，使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不落空的，使他们心里有能力，使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真的是要来成为一个祝福，成为荣耀的记号。主啊，感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要特别为了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教会的组成绝对不是只有牧师、长职跟这些区长们而已，而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共同组成的。我们相信，当每一位弟兄姐妹被建造、被兴起的时候，这间教会才会真的成为一间富强的教会。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为了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为了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谢谢你高举了这么多人在这间教会当中一起服侍，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调光每一个人的心，让每一个人的心感到热情，让每一个人的心真的是愿意在你的面前摆上他们自己的生命，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祝福每一个富养教会的家人。主，谢谢你使用他们，主，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的应许十分的坚定。坚定应许，你心是多伟大，多伟大，握在你手里，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信心，真让我喜欢。是的，主，我们相信，当你动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大山被挪开了。主，我们相信，在那个无路之处，你就要再一次开启一条新的道路。不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谦卑在你的面前，成为主你的器皿。主啊，你点燃我们内心那个渴慕的心，点燃我们内心那个热情的心，愿你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主来奉献出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区真的成为光，成为盐。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主啊，我们相信这个教会被设立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主啊，我们相信你要再一次的动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好让我们看见你新的作为在我们的教会再一次的产生。求主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有信心看见你的作为。谢谢主。马太福音第7章7到8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当我们聚在一起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相信神会让我们看见他摆放在我们的教会，摆放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那个真实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愿意去寻求的时候，我想神一定会让我们知道，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当我们有没有这样热切渴慕的心，我们有没有去寻找，我们有没有去叩门，我们有没有渴望看见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有没有不断的去寻求，有没有不断的在祷告，为教会呼求，为你自己呼求，为你的家人呼求，为你的朋友来呼求，有没有渴望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愿神祝福我们，真的有这样渴望的心，有这样一颗祈求、愿意寻找的心，让我们都渴望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美好的计划。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里。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
时代可以敬拜你。我渴望看见，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将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生命如风的吹起，每个不甘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诗篇第1篇1到3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都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我们一起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新的世代来祷告，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些社青，为了这些年轻人，为了这些学生来祷告。它是我们教会接下来新的一代福音的种子，也可以说是我们明日的教会。求神帮助他们的内心，真的是为内心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使他们的生命当中按时候结果子，他们的生命是不枯干的，他们所做的一切是顺利的，也是我们教会最大的帮助。我们一起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位青年来祷告，让他们可以明白耶稣基督的爱，让他们知道天国的福音是什么，让他们的内心当中也不因这个社会的瑕疵，为这个世界的瑕疵，让他们内心得着心灵的释放，得着心灵的医治。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个世代，特别为我们教会的青年，为这些学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青年来祷告，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学生来祷告。主啊，你看重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主啊，来触摸他们，来使用他们。主啊，或许在他们的职场当中，在他们的工作的地方，在他们的学校，在他们的朋友圈当中，他们遇见的困难，遇见的挑战，但主啊，求你吸引他们，让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得到医治，得到释放，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什么。求主来触摸他们，求主来大大的使用他们，点燃他们的内心。祷告，呼求在面前，主我感谢。我们也为了在这个时代当中，求主兴起新的属灵的领袖，兴起这些青年们，成为我们教会当中最大的帮助，点燃他们心中的热情，让他们可以委身在主的里面，让他们可以分别为圣，知道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个新的世代，求主兴起新的属灵领袖，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成为教会最大的帮助，也成为神国的精兵。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求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这个时代当中，兴起属灵的领袖，特别是青年的领袖，在我们的当中，点燃他们的内心，点燃他们的热情，让他们知道在这些教会里面，在这些信仰的群体里面，他们可以为主服侍什么。主啊，求你让他们可以委身在主里的里面，让他们可以分别为圣，让他们真的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他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主啊，求你来使用他们，大大的兴起他们，兴起我们的教会，兴起我们的教会。属灵就是能够让我们传扬福音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看见，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再次来唱这首歌。主啊，我渴望看见，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将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生命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
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是的，主，我们来到了面前，不停的叩门，不停的寻求，不停的祷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一门为我们打开，为我们每一个人开，为我们的教会而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不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叩门，我们都在寻求，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不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降临在围绕，充满在这里，生命如风雨吹进每个不甘的心灵，我们灵魂在此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荣耀的生命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每个时代来敬拜你，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新的一年，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也从来没有人走过。新的一年，这条路我们教会也从来没有走过。但我们愿意踏出信心的步伐的时候，信心有多大，经历就有多深。信心有多大，经历就多深。愿上帝这样的恩典再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再次的动工，好让我们找见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在这间教会当中，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世代都举起祷告的手，有一颗敬拜的心，来回应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美好的计划。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踏出信心的步伐，经历上帝更深。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新的这一年我们真的没有走过。主啊，新的这一年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是如何。但主，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踏出那个信心的步伐的时候，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你更多，我们就看见你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就更大，祝福就更多。求主你帮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教会，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我们生命好像也要越过那个约旦河，越过那个未知的旅程，但主，我们知道我们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也告诉我们要刚强壮胆，不害怕。主啊，求你将这样子的信心再次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也放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好让我们紧紧跟随你。在2023年当中，我们真的是因信前行，真的再次看见主你美好的计划。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回顾2022年，我们感谢主许多的恩典。仰望2023年，我们巴望主耶稣基督要得到这地，我们要呼求耶稣来得着这地。
属于你，耶稣来得照着你。我们和你敬拜屈膝，求你设立宝座在这地。我们国家单单敬拜你，耶稣，这是我祷告，我的呼求，愿尊贵荣耀单单归于你，愿恩惠慈爱平安在这地。不分族群，我们国家属于你，耶稣来得照着你。不分族群，不分族群，我们国家属于你，耶稣来得照着你，耶稣来得照着你。耶稣来得照着你，我们呼求耶稣来得照着你。耶稣来得照着你。我们国家单单敬拜你，耶稣，这是我祷告。我的呼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为我们的台湾来迫切的祷告。我们知道，目前台湾所面临到的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有3个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我们夹在中美之间，而我们无力将我们的方向导向有利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再者，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维持现状是我们最好的选项。然而，我们的问题不是不独的问题，而是统一的问题。这威胁着我们国家，威胁着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第3个困境就是，我们以民主来自豪，我们是自由之土。然后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有许多的族群的问题，我们有蓝绿的问题，我们有许多的内部的不合一。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需要神来到这地来医治我们，需要神来到这地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国家的困境。我们现在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时候我们要请大家同声来开口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的安全，为我们的国际地位，为我们的政治，为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我们社会的和平稳定，为我们百姓都能归属，我们来祷告。我们请大家同声开口祷告。哈利路亚，感谢神，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你透过你的爱子对世人已经宣告你的救恩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岁末年终之际，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存心来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看顾，使我们依然拥有生命的气息。我们能在你的殿中来数算你的恩典。你求你使我们在这地能够生活，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当今我们所面临到中美的这个强权的关系，影响着国际的趋势。我们特别要为当中我们的解放军近年来的虎视眈眈，来恶意侵扰，我们的情况日益严重。我们要向你来呼求主，你自己亲自来保守我们这块民主的净土和宝岛的人民。我们要为我们的外交、为我们的国防、为我们的财政、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法政，为我们所有的经济、为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劳动，都要蒙主来施恩。我们求台湾能够永续来生存，要人民能够安居来乐业。我们谢谢主，圣灵要动工，让我们的凭着信心来领受圣灵所赐的权柄。我们要热心来宣扬福音，使他们的人人都能够认识你，使各个人都能够回转归向你。我们要求你设立宝座在我们的民主之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你愿我们的国家都能够单单的敬拜你。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这，我们要为我们国家领袖来祷告。我们求神要给智慧。列王纪上3章9节这样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雅各书3章17到18节这样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诗篇33篇第12节这样说：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罗马书13章第3节这样的教导是：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我们同声开口，我们请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来求神，让我们的政府，让我们的蔡总统，让我们的国家领袖，让我们的中央跟地方的政府所有的首长，都能够有从上头来的智慧，都能够了解到神的公义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符神的心意，要符合神的教导。我们愿国家能够成为主所爱的地方，成为众人得救的地方。我们这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神，主啊，我们是天上的父，主啊，我们要求你赐下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总统，给我们所有的行政首长，我们在中央跟地方的政府的领袖，各样的时序中，你能够做正确的判断，能够辨别是非，行神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我们呼求从上头来的智慧，能够充满每位首长以及民代的心灵。求你当中能够去一切的假冒和偏见。我们使我们他们能够清洁，能够和平、良善、温柔，满有怜悯，能做出合乎神真理的决定，能够结出美善的果子。主啊，我们为政府的一切敌对真理的法令跟施政来忧伤。求主你的大能介入，求主你自己影响我们的施政方向，带领我们的政府的施政和我们的所有的一些法令都能归向神。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总统、我们的政府的官员，之所以能够认识神，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来祷告。求主你来兴起了环境，也能够差遣适合的使者，向我们的总统和我们的政府官员能够传扬福音。求主你挪去一切的拦阻，让赐给我们的信心，能够来领导救恩来领受你的救恩，也欢喜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愿意这一切代表我们的国家来和神立约，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有福之国。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总统和在位的所有的官员，能够按照神的正义来使用权柄，也为着受屈的所有的深渊，能够叫中华民国台湾的居民能够得到益处。我们求主来调整我们国家的领袖和执政团队首领的眼目，让在位的官员都能够真正专注在神的慈爱、真理、公义和和平，让我们的国家在2023年能够经历神的大能、神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来得着之地，我们要再一次呼求耶稣来得着之地，我们要让耶稣的国设立在这里。我们乐意敬拜举起，求你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国家单单敬拜你，耶稣，这是我祷告，我的呼求。愿尊贵荣耀单单归于你，愿恩惠慈爱平安在这里。不分族群，我们国家属于你，耶稣来这造这里。不分族群，我们国家属于你。不分族群，我们国家属于你，耶稣来得着这地。呼喊耶稣来得着这地。耶稣来得着这地，我们在呼喊耶稣来得着这地，耶稣来得着这地。我们国家单单敬拜你，耶稣，这是我祷告，我的呼求。我们了解
受到战争蹂躏的不仅仅是乌克兰。我们知道，伊索比亚的内战在11月刚刚结束，2年的内战。更严重的，我们知道是也门。也门内战已经打了8年，至今没有停止的迹象。2015年有一个家庭，有个男孩，他们的家被阿拉伯联军给摧毁。这个男孩在医生的面前哭求医生不要埋葬他。这个新闻传遍全球，没有几天，这个男孩还是死了。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面对战争，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但我们必须防备。我们为世界战争的止息来祷告。战争所带来的灾害是巨大的，它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家庭，不单单是一个人。我们这时候，我们求神来怜悯，怜悯这个土地是他所创造，为人所创造的。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让战争来止息，世界和平。我们来为世界和平祷告。我们从神开口来祷告。慈悲长父，我们谢谢主，你是怜悯的上帝。谢谢主，你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拯救你受逼迫的人，也是主你的心意。我们要倾听困难的人，我们也求主你来医治伤心的人。我们求你倾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来结束世界的苦难，来保全我们的性命，来拯救我们，释放我们，贴近我们。主啊，你是掌权掌管所有的万有的王。我们祈求主啊，你来怜悯那遭受战争蹂躏的人们，使战争贩子能够住嘴，能够驱散嗜血者，能够粉饰战争的武器。你能够亲自来怜悯无助的所有的涂炭的生灵。我们使真正的和平和正义能够回归这块土地。主啊，我们今日求你来世界来显明，你是拒绝使用世间暴力的，来实践人类所渴求的和平的大君王。我们谢谢主，愿我们从你得到的力量，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实力，我们来实践你和平王国的使命。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疫情已经3年了，统计数据是这样子的：全球确定病例6亿5300万，死亡数是670万，死亡率是1%。台湾的确诊数是870万，其中有15000人因此而丧命。我们知道，中国近3年来的刚性清零，导致比这个6·4是被认定是6·4以后最大的抗疫的活动。这样的一个状况，引发了白纸革命。如今在14亿的人口的中国，我们病毒正像野火一样的燎原，席卷全地，席卷中国大陆的各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愿意再继续看到所有的生命这样而丧生，而他们的家属的悲哀，也是我们怜悯的对象。我们愿意这个时候来亲自来求神，来看顾我们每个人的身心健康，让神原本创造我们人的美好的心意摆在我们当中。我们来开口祷告，为疫情的止息来祷告。已经3年了，我们真的要呼求上帝来怜悯我们，让疫情来息止。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谢谢主，主你是创造万有神，主你是掌管万有神。如今全球已经近700万的人感染而身亡。主啊，我们3年来我们面对的极度的恐惧，我们的折磨。主啊，我们别无所靠，我们唯有靠你，你是全能救主，我们是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为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宣告，耶稣复活的大能要从天而降，以医治的大能要临到。我们求主以他施慈爱的约，能够向感染的人来施行拯救，亲自安慰确诊死亡的家属。我们也恳求主的圣灵帮助每个医护人员，让他们在所做的判断有灵里来的感动和引导。我们求主的医护人员，特别在疫苗上的研发人员身上，我们来看到你所做的30倍、60倍、100倍的报道。我们所最深的盼望是按照主你的心意来止息这个威胁你所创造的人类，而且仍在世界流行这样的疫情来止息。我们来俯伏谦卑，来求主来掌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同声开口，预备，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下一处经文，预备，请。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集，看见我的荣耀。无论我们刚才祷告是为着台湾，为着我们的领袖，为着政府，为着我们的疫情的止息，为着我们世界的和平，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求神来得到这地，是要让神来掌权。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能够去宣扬福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后面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各位了解到，都教训他们遵守，不是施洗就没事，你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自己要遵守，你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注意这个条件句。所以，当我们真正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负担，我们也很沉重，因为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有没有尽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盼望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来付上我们的心志，我们来立志，我们能够在当中有份。我们现在要请各位起立，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要来祷告。求主自己在这个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谦卑在主父神的面前，我们要为我们的宣教行动付出我们的心志。愿神的荣耀就在这地。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生命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里。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耀，你的名彰显。打开我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不敬拜你，我主我王，遮开那神的荣耀，降临这里。我们渴望你的同在，闪开那我们要呼喊是开拿，但愿富强教会成为主你荣耀同在的居所，就好像当年云彩这么样充满摩西的帐幕一样，我们的心也渴慕你的同在。圣灵，求你如风吹来，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真实；如火降临，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果然就在我们中间。
弟兄姐妹，请坐。经历将近3年的疫情，对信仰、人的生命、生活、经济面临各样的考验与挑战。2023年，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年代，我们更要学习以坚定不移的信心，信靠主而前行。挪亚因着信，在未见之事上面听从上帝的指示，造了方舟，使他和全家得以保全。挪亚敬畏神，顺服神的心意，使全家蒙恩。亚伯拉罕因着不怀疑的信心，回应神的呼召，离开本地，神就赐福他成为多国之父。约瑟被卖，被陷害，关在牢中，因着来自对神的信心，神使他在埃及成就更大的事。埃及追兵在后，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摩西向海伸掌，水就分开了。约书亚继承摩西的职位，因着信与顺服，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哈拿向神哭求，祷告能得子，因着信心，神赐给他儿子撒母耳。以利亚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6个月不下在地上。因着对神的信心，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狮子靠近但以理，便要吞吃它。因着信心的呼求，狮子却闭口，不能伤害它。耶稣按手在病人身上祷告，凡寻求他的人，因着信心，瞎眼得看见，瘸腿能行走，耳聋得听见，长大麻风的得痊愈。耶稣受定的前一晚，
在客西马尼园迫切的祈求祷告，神赐给他巨大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死亡的恐惧。保罗和希拉被囚在监狱中，他们迫切向神祷告，因着信心，监狱的门就开了。因着信心与盼望，神赐给富强教会在2014年有新的敬拜中心、教育中心。这些产业都是凭着信心所求而得着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你要向神求什么样的信心？仇敌魔鬼的诡计，就是要叫信徒陷于惧怕之中。惧怕使信心瓦解。你是否遭遇了一些困难，使你里面的生命似乎快要死去，或看不到希望？求主帮助我们用属灵的放大镜检视我们的内心，将一切与信心相互抵触、不信的想法和意念一一抹去。透过不断的祷告和寻求，紧紧跟随主，等候神的带领，重筑对主的信心，直到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你要跟神求什么样的信心？在这个影片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信仰的前辈告诉我们要因信而行，因信前行。我相信很多人在困境当中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有一个恩典，就是可以向神求。我们要在这段当中，我们再次以这首诗歌，我们要透过祷告来跟神寻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先坐着唱就好了。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愿我们越赞美，信心越坚定。弟兄姊妹，我们的口要不停的赞美，我们的手要不停的高举赞美我们的神，在困境当中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来唱。我的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要不停高举，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赞美中信心不断的升起。
们一起来念。因为因为凡凡从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是的，我们要胜，求主来帮助我们得胜，胜了这个世界。我在预备这个主题的时候，神多次的给我这样子的主题，这样的看见，因信而行。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我知道有很多人正在患难病痛当中，在疫情当中，我们有许多的考验跟挑战，但是神要让我们因信而行，因信前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一起念：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后面这一段他说，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说，我们把它改成我来预备切，他必指引我的路。是的，阿们。神必指引我们的路，我们的路都在他的手中。因而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我们下面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虔诚的来到主的面前，用信心宣告：天父的赐福与恩典要临到，天父的赐福与恩典就要临到。我们下面来一起祷告。哇，我们来为这几项全心祷告。第一项，领受天父而来的祝福，新的祝福，求神赐下属天的信心在我们当中，特别为着你的健康，特别为着我们知道的你所爱的属灵长辈，我们的区长，我们的小组长，为着我们的自己的平安，我们的健康，各样的需要，我们献上祷告。我们一起大声的开口祷告。是的，主啊，我们要从你的里面来领受新的祝福。主啊，求你赐下属天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更有勇气面对新的一年的挑战。主啊，我们为着自己不足的信心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仰赖你的信心，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事上就是要认定你，因为你必指引了我们的道路。主啊，求你赐下健康、平安在我们当中。主啊，为我们开路，特别在我们当中有病痛的，主啊，你就将医治赏赐在我们当中，赏赐我们教会每一个需要你的人当中。主啊，你是医治的神，你是那丰盛的主，你是垂听祷告的主。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必与我们同在的恩典，要日日彰显，时时彰显。我们奉你的名祷告，阿们。谢谢主。我们继续来唱副歌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请牧师来带领我们最后这一段。我们站起来一起唱。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中我依然靠身旁，你的心事上那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
座。在进入尾声的时候，牧师做一个回应，然后要请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区长、我们的小组长能够再等一下为大家做一个按手的祝福，因为我们确信神设立了属灵的领袖，设立了教会的父老，他们带着神的赐福的权柄，为你做按手的祝福祷告。那牧师先做一个小小的回应。那等一下我们的敬拜团呢，等一下在邀请各位到前面的时候，我们敬拜团可以到两个边，或是到台上来，因信领受祝福，回应呼召。下一页。牧师邀请大家一起往这3个方向来得恩典。第一个叫什么？再一次，得地为业。我期待每一个弟兄姐妹跟神祈求说：神啊，在新的一年让我得地为业。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60章21节，备来。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是的，我们在过去3年当中，有的人在工作、在职场，或是在很多侍奉上面遇到的困难，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求神来应许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得地为业，无论是在职场上，或是你的家庭上，或是你的婚姻，或是你在教会的服事，愿神将这块地，这个地成为你的业，让你成为神所呼召的工人。第二个，扩张帐幕，预备来。扩张帐幕。神要在你所服事的范围，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以及你所从事的事业，我们要像以赛亚书50章2节一起来念。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所居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是的，不要限制，因为神要扩张你的帐幕。愿神使每一个人都得扩张，你的信心得扩张，你的恩典也得扩张。第三个，一起来念，预备来。定睛耶稣，经历圣灵，领受启示。希伯来书12章2a，预备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少一个字。是的，当我们被世界的很多搅扰或是困境所限制的时候，我们会头低下来，我们会看眼前的，会失去了前面的视野。但是求神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就是定睛看着耶稣。我们求圣灵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同在，而且我们领受到他的启示。昨天我们听到朱瑞的牧师他在分享的时候有2个主题，我觉得非常好，要在这边再重复一次。我们下一页，他邀请我们进入更深层的敬拜，因为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他就要开启我们属灵的感官，让我们能够看见和听见什么神的应许。还有呢，圣灵的启示。是的，礼拜不是一种仪式或是一个诗歌唱活动热闹，而是因为你已经进入到神的属灵层次，所以你的眼界会被打开，神给你的应许跟呼召你看得见。期待我们有全心敬拜，来跟神有更深的密契。我们在明年大家往这个方向来迈进。最后一个，一起来看见神的属性与荣美。好，他昨天朱雷牧师给我们分享说，当我们定睛看耶稣，仰望神的荣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属世的情欲跟软弱，你就会抛弃掉。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缠累着你，工作的缠累，很多人事的纷争在缠累，
人的肉体的欲望在缠累。但是当你看见神的属性跟荣美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些都被撇弃了。我们要宣告所看见的荣美，而且是迎接灵命的圣洁。我们成为圣洁，才能得到神恩典跟祝福。弟兄姐妹，期待我们一起向前迈进。当我们说2023的时候，你就说因信前行，好不好？3次预备，2023，因信前行，2023，因信前行，再一次2023。因信前行。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这个脚架可以撤掉，到旁边，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服侍者先在两边，我们要像我们在进行那个医治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您可以排2排、3排。当你觉得你要因信前行，你要得着新的一年得地为业的时候，你要得祝福，也许你心中跟神祷告，但是按手的弟兄姐妹就同工就为你做按手的祷告你就在心中求神说：是的，这样的按手，这样的祝福，我要得着，要因信前行，我要得地为业。我们要看见神的帐幕看见神的扩展了我的居所，以及我们要看见神恩典满满跟我们同在。这个时候，我们请同工带领我们唱这一段诗歌。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愿意被神服侍恩典的，我们就可以到前面来。我们请我们的区长、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小组长一起到前面来，一起到前面来。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一起来唱。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不要客气，所有的人都可以到前面来，一起领受新的祝福、新的恩典。2排、3排都可以2排、3排都可以来。我们同工开始来做服事。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那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陷入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那穹苍。还没被按手的可以举手一下已经按手的往前一步，已经被按手的往前一步好，已经被按手的往前一步，感谢主。还有还没按手无视的，请可以举个手，举个手，举个手，举手。还没有被按手的举手不要客气。好，纵然陷入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你心事何光灯，每早晨之下，心梦生恩惠。当中还有没被按手的，摇一个手，摇一个手好，有没有？要你受丰富预备，你心事和光大显在我身，你心事和光大，你心事和光大。还没被按手的再摇一次手好不好？还没被按手的再摇一次手，好，来，到这边来。我依
一起来唱。有还没服侍完的，可以继续来服侍，一起来唱。我一切需要主手中的预备，你心是很广大，现在我是。好，我们留在原地哈，留在原地。牧师要做一个祷告，然后唱最后一次。如果还没服侍完的，可以再摇摇手。我们请同工看一下，还有谁没被服侍？那边有人摇手了哈，有人摇手去为他做服侍。牧师来做一个结尾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晚上是一个得胜的聚会，是一个得信心的聚会，是一个蒙恩典的聚会，是一个因信前行的聚会。主啊，愿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有没有被按手，我们都被神所触摸了。感谢赞美主，新的一年，也许前面的道路我们不明确，但是因为相信，因为确信神的恩典要带领我们超越一切的困境，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生活，无论是健康，无论是我们的职场，还有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疫情，神啊，就一一为我们排除一切的障碍。因为我们靠主信心，我们就必得胜，要得恩典，让我们新的一年能够因为有丰盛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我们要立志成为神的仆人，神所差派的福音的工人、坚兵，为主来传扬福音，为主来做见证。愿神为每一位弟兄姐妹赐下平安跟喜乐。主啊，过去的一年即将结束，但新的一年你要有新的恩典、新的恩膏、新的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保守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信实和广大，再一次来。你信实和广大，你信实和广大，每早晨思想信丰盛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盛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你信实最后一次来，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每早晨思想信丰盛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哈利路亚！阿门。弟兄姐妹，给隔壁祝福一下，说2023因信前行，预备来，来给隔壁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谢谢大家平安。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请同工，今天的同工还有乐手，好，还有影音来这里拍一张合照。请同工，今天的乐手、领唱、竹林都到这里来，到前面来合照，好。
工们如果有空了，就来前面我们拍一张照哈。我们一起拍照哦哈。来，那个乐手来，辛苦乐手来，我们到前面。来，大家先站过来。那个顾问呢？这个露出来，这个露出来啊！第二排也站。来，站2排。你们站上去，站2排，站2排。对，你们。来，乐手拍照，进来。乐手来，乐手辛苦的乐手来。今天有参与的同工都一起来。来，请先来照相。那个金氏长老，来，可能要再站过来，这样会照到相。那再往这边，好，再开过来，会不会太？那个冠廷团长，秀完好，秀完麻烦。哦，说脱一次口罩啦，好来。好。我说阴性前行，大家就安内哈，好来，好，预备起，阴性前行，耶！啊个要个一摆，换2支手哈，看遐，好，阴性前行，耶！满组长老公要站啦，好，满，好来，我们照啊，再一次，给等一下。后要无相像，哦，向前冲啊！要向前冲，来，阴性前行，后悔啦！我们拍手，谢谢今天辛苦的乐手。好，也谢谢，还在照，是，各位照顾。今麦要要向前冲啊！嘞好，阴性向前冲啊！手势好，来预备，阴性前行。好，然后那个包子没有拿的，拿2颗啊，饮料自己拿。谢谢大家，让大家饿肚子哈！谢谢大家，上帝祝福大家。记得拿你的饮料跟包子。饮料跟包子。要收啊，要